向阳，醒醒，快醒醒！我这是在哪儿？我不是……我去，这人怎么长得跟猴一样？我穿越了！我叫李向阳，人称素质教育酒漏鱼，平时最爱作死惹事儿。在一次捉弄班花小美的时候，小美，这个送给你。老鼠！李向阳，你混蛋！不幸跌倒在路边，被卡车撞死，穿越到一个同名的家伙身上。坑爹呢这是！哎呀，别磨蹭了，要是天黑之前没把火太岁带出去，季灾那家伙可是会真的打死我们的。根据这副身体的记忆，季灾就是个混账王八蛋，看原主跟圣火好欺负，就逼他们进这又脏又臭的恶爪矿洞，给他找什么火太岁。打他呀！没想到洞里还有洞，摔死我了。不过我李向阳可不是这么好欺负的，季灾是吧？你给我等着！糟了，是灾恶兽，看样子应该是一只2级混沌灾兽，但是凭我们2个初级执法者的实力，恐怕今天要交代在这儿了。检测到宿主遇到危险，情绪收集系统激活。系统可以帮助宿主收集周围的强烈情绪，为宿主提供各种强化。好，我的外挂到账了。情绪收集系统是吧？有了。瘦猴，别怕，我知道这只灾恶兽的弱点，就是它的屁股。快，攻击它的屁股！屁股？向阳，你确定吗？我怎么没听说过有什么灾恶兽的弱点在屁股上啊？200%肯定。瘦猴，哥们儿啥时候坑过你啊？快去吧。是，那我去了，向阳，你随时接应我啊。没事儿，有爸爸在呢。哎！哎呀！检测到恶爪魔牛的愤怒情绪，当前愤怒值为50%，增长到70%，将能用于强化宿主。是不是搞错了？怎么感觉没伤到他，反而把他激怒了？没错没错，你刚刚那一拳已经把他打成内伤，他是在硬撑，再来一拳他就得归西。好吧，那就再给他来一拳。豁出去了，别真的坑兄弟啊！抢钩拳！这次你真的坑死老子了，我们都得死在这儿！恶爪魔牛的愤怒值提升至80%，兽猴恐惧值提升至65%，宿主剩余可用强化1次。怎么才65%？山洞里哪来的小小皮？混沌灾兽恶爪魔牛愤怒值85%，队友兽猴恐惧值100%。瘦猴别怕，爸爸来救你了。强化地级技能影核，已为宿主强化低级技能影核，提升为 C 级技能影核铠甲。已为宿主强化低级技能影切，提升为 C 级技能影切无双。向阳，救我！我真是太帅了。
恭喜宿主击杀2级混沌灾兽恶爪魔牛，获得500星火能量，等级1阶大成提升为1阶圆满，解锁霸影专属3级技能影猎。这也太舒服了吧！收集情绪可以提升实力，杀怪之后获得奖励继续提升。不酷，这怕是要起飞呀！向阳，你太牛了！幸好有你，不然我就真的死翘翘了。好了好了，别怕别怕，有爸爸在，爸爸会罩着你的。接下来看看杀了那只灾恶兽有没有掉什么好东西吧。向阳，你看，是火太岁，原来在这只灾恶兽的肚子里，难怪找了那么久都没找到。哎呀，这下可以给祭灾交差，不用被打了。这是恶爪魔牛的毒囊。向阳，嘿嘿，祭灾是吧？让你嚣张，给你加点料。向阳干什么？祭灾会杀了我们的。嘿嘿，以火太岁这么猛烈的药性，加了这个毒，他以后有没有力气再欺负我们，还两说呢。老大，老大，火太岁找到了。没想到你们2个小子还真的把火太岁给找到了。只要是老大吩咐的事，做小弟的赴汤蹈火一定办到。看在你们2个这么能办事儿的份上，今天这一顿打就免了。谢谢老大，祝老大早日突破。有了火太岁提供的新火，老子突破到3阶指日可待。太好了，恭喜老大，祝老大早日突破。等着看好戏吧，瘦猴。还好祭灾没看出火太岁被下了毒啊！唉，天色不早了，我们回去吧。根据这副身体的记忆，这就是我现在的家。城主的父母作为觉醒星火的异能者，为了保护平民而战死，只留下这么一间小房子。既然老天给了我第2次机会，那就在这个世界好好活下去吧。喂，瘦猴，什么事儿？镇上出现了几头混沌灾兽，上头命令我们立刻前去参与歼灭。歼灭？怎么会和我们扯上关系？哎呀，祭灾毒发送医院了，执法者人手不够，只能1阶的顶上了。我们的任务地点在广场。哦，祭灾毒发了，活该！瘦猴，以后只要有我在，谁也欺负不了我们。行，广场是吧？我现在就去跟你会合。有战斗，那就意味着又有机会变强了。打怪升级的日子才是真男人该过的。正在急剧消失，赶快送急救室！什么？我的星火能量在消失！医生，你一定要救救我！医生，天涯，
这边。那是荣战团团长铁骨的第五子铁砂。这家伙经常仗义欺人，抢夺别人的辛苦资源，简直恶心至极。我靠，小杨，我们的任务是来帮这个家伙？帮个屁！我要是帮他，我是孙子。喂，那边两个废物，还不快过来帮忙？还是不了，铁公子，我们两个废物怎么敢去给你们荣战团添乱啊？我去，你哪来的凳子？我们还是在一旁好好观战学习好了。你说是吧，瘦猴？你出生入死还带着爆米花？技能严盾。好，打得好！铁公子借力飞天，令魔狼束手无策。我怎么就想不到这招呢？瘦猴，同样是拳战，你可得跟人家铁公子好好学学。你看人家的反应速度，那严盾的防御强度，你可是拍马也赶不上啊！喂，李向阳，你小子阴阳怪气说些什么呢？想找死是不是？哪有，我这不是建议瘦猴向你们铁公子学习吗？检测到荣战团成员的怨念情绪，当前怨念值为40%，增长到80%，将可用于强化宿主。这只畜生的体力已经快耗尽了，大家一鼓作气，给我把他拿下！是。小杨，我们真的就这样在一旁看着吗？会不会不能上交代？检测到荒原魔狼的体力值即将耗尽，宿主可以寻找机会将其击杀。不愧是我的系统，真懂。谁说我会一直这样看下去的？这个铁砂不是最喜欢抢别人的资源。现在是我李向阳的抢人头时间。影帝，去！确认击杀荒原魔狼，获得1000星火能量。等级1阶弄影学徒，圆满提升为2阶驱影行者。小成，解锁霸影专属 C 级身法技能即影行。这样，你突破到2阶了，太好了！哼，李向阳，找死！从来都只有我铁砂占别人便宜，你居然敢抢老子的东西，把他给我废了！是。荣战团成员怨念值80%，宿主剩余可用强化1次。向阳，这么多人你打不过的，我来拖住他们，你赶紧跑吧！你把我当兄弟，我怎么能丢下你一个人跑？不跑？那你的意思是打？荣战团的各位，我们兄弟2个接到命令前来助战，现在3恶兽已经击杀，我们就先回去复命了哈。强化技能即影行，已强化 C 级技能即影行，提升为 B 级技能影盾。哼，傻子才会硬碰硬，敌众我寡，当然是36计走为上，白盘了您嘞！影盾，让那小子跑了！想，我
不杀你，誓不为人。沈阳，你抢了铁砂的魔狼，还当面逃走，这下铁砂肯定不会放过咱们了。没事儿，没事儿，放心好了。这样看来，不赶紧升级不行了，得认真起来了。老子可不想这么快又挂一次。走，回去看看有没有什么任务可以接。一群孬种，孬种，没一个有胆量的，出去别说是我柴力的人。喂，哥们儿，老财怎么了？谁把他气成这样？废弃工厂出现一只恐怖魔猿，没人敢接任务，执法官正生气呢。李向阳，你跟执法官关系最好，你快去让他消消气吧。是呀，你没什么实力，别的地方没用，至少可以哄哄执法官开心嘛。没什么实力，向阳刚刚突破到2阶了，睁大你的眼睛看看。2阶，了不起吗？这里谁没有2阶啊？当然有，废材兄弟的另一个兽猴，不就还只有1阶吗？恐怖魔猿是吧？谁说没人敢去？我去。好了，别吹牛了。就是，没有3阶实力，连抗衡恐怖魔猿都是做梦。李向阳，执法官把你当亲儿子看待，他可舍不得你去送死。是啊，向阳，你别意气用事啊！恐怖魔猿的实力不是开玩笑的。哼！向阳，你来了，坐。差叔，恐怖魔猿的任务我接了。向阳，你今天没发烧吧？差叔，我没事儿，我不能一直生活在你的保护之下，而且我也是执法者，击杀怪物保护镇子也是我的责任。那可是恐怖魔猿，你怎么对付得了？叔，哪怕看一看那只魔猿，长长见识也好。况且真打不过，我还不会跑吗？那好吧，有志气是好事，不过你可得答应柴叔，有危险立刻跑，千万别勉强啊！一定，谁跑得有我快啊？假证据原来真的会起鸡皮疙瘩，不过幸亏老子演技过硬，顺利忽悠到老柴，把任务接到手了。少豪，啊，废弃工厂你就别跟着了，在这等我的好消息。不是吧？他真去啊？去吃夜宵的吧？就是这里了。有美女。职业火力追随者，等级3阶，暗枪斗士。烦人的东西！还不滚！看这身打扮，应该是个富家千金，怎么会自己一个人来冒险？不过他火力追随者职业，清小怪倒是方便。嘿嘿，这位美女，在前面带路的任务就交给你了，舒服，一路走来一只怪都不用打，一路畅通，这种蹭大老车的感觉太爽了。那是一座祭坛，看来辉烨现象的侵蚀不仅会产生危险的魔兽，还会带来诡异的现象。真是块硬骨头，我更硬。
我去，这也太帅了！不知道霸影职业有没有这种爆炸技能，老子必学。不好，这只恐怖魔猿的实力超过3阶异能者，刚才的攻击并没有重伤到他。那位大小姐怕是要领盒饭。居然没死，不可能！你想干什么？跟着本小姐就算了，还占便宜，好恶心！快从本小姐身上起开！啊！我占你便宜？我那是为了救你。谁让你来救本小姐了？本小姐实力是3阶，需要你这个2阶的废物来救吗？分明是想趁机吃本小姐的豆腐，给本小姐滚开！要不是我及时出手，你已经变成上下两段了。不用解释，解释就是掩饰。你这种男人的心思，本小姐最清楚不过。好，算老子倒霉，多管闲事。这只恐怖魔猿你来打，看你有多厉害！真是狗咬吕洞宾，既然你这么不识好歹，那就别怪老子踩在你头上升级了。就这就是3阶强者的速度吗？老奶奶过马路都比你还快好吗？陈雅欣，本小姐的实力轮不到你这个2阶男来评判。增长到80%，将可用于强化宿主。没办法了。不客气，昂贵的良品级道具随便用。要是没有超能力，我看你早被那只猴子按在地上摩擦了吧。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给本小姐闭嘴！陈雅欣愤怒值70%，增长到80%，将可用于强化宿主。哦，这就是大小姐的全力一击了吗？我看比那只猴子挠痒痒都不够力道啊！陈雅欣愤怒值80%，小姐要撕烂你的嘴！宿主可用剩余强化1次。恭喜宿主累计获得4次强化，系统升级提升为2级。原来系统还能升级，还有商城，还能开启第2职业，这下有的爽了！赠送免费技能购买次数1次，请宿主在以下3个 C 级技能中等等，任选一个进行学习。真男人无法拒绝的意思，来了！果断选择引爆，然后使用强化次数，强化引爆。已强化 C 级技能引爆，升级为 B 级技能暗时引爆。暗时引爆，爆炸附带暗影侵蚀效果。不好意思，美女，再看你打下去，我都困得要睡着了，还是让我来吧。让你来？你个2阶的废物，上赶着去送死是吧？好，我成全你。呵，来吧，让这个狗眼看人低的大小姐好好见证你的威力吧！暗时引爆！可恶啊！融入阵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武器，就这么给了李夏阳这小子！有人啊，我的梦中情节！属下定不辱使命，奋勇杀敌。检测到宿主获得优质级武器，解锁武器专属技能极影刺。极影刺快速接近敌人，发起针对弱点的致命一击。得到一把强力武器，
居然还有系统赠送配套技能，这服务也太周到了吧！向阳，你果然没让我失望，以后好好干。没问题。好了，都散了吧，该干嘛干嘛去。向阳，你忙完来我办公室一趟。遵命。散了散了。哎，我的好儿子好孙子们，先别走呀！说的跪下唱征服呢。向阳，我们刚才开玩笑的，您大人有大量。对啊，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不敢了。我没在开玩笑。你们是不是想试试我手中这把影刃？爷爷，我们错了。这还不错，老子现在心情好，就不跟你们计较了。滚吧！谢谢你，爷爷。向阳，你看，是季簪，怎么办？火太岁的事儿，他会不会来找我们麻烦？安了安了，就算他想找麻烦，老子现在还怕他？哟，季猜老大，这是怎么了？该不会是身子太虚了，吃了火太岁虚不补寿吧？李向阳，说，是不是你在火太岁上下了毒？什么毒？我不知道啊。火太岁原来是有毒的吗？别装蒜，我知道是你搞的鬼。哎，季仔，没有证据的事可不能乱说啊！我可是清白的。清不清白，你自己心里清楚。我要跟你单挑。单挑？好啊。这小子真是傻。老大虽然被火太岁卸掉一半心火，实力下降的厉害，但也不是他一个一阶的废物可以碰瓷的。哼，这下有好戏看了。老大被整得这么惨，这次一定会打死他。三拳！啊！居然偷袭，太脏了！好了，老子不陪你们玩了。啊，老大，你没事吧？快送我去医院！柴叔，你找我？小杨，你来了。看看这个机密本来不能告诉你的，但是你打败了恐怖魔猿，现在已具备这个资格。猛鬼墓穴，新的会议侵蚀地点吗？就是那个大小姐说的可能有预言浮雕的地方。没错，镇外的一座古墓被灰烨侵蚀之后，形成了一座猛鬼墓穴。据说里面可能存在着具有神力的预言浮雕。小雅，你还记得你的父母是怎么死的吗？我的父母不是为了保护镇上的居民战死的吗？那只是执法总部向外公布的说法，你当时年纪太小，不清楚其中内幕。你的父母也许并没有死。什么？当年你父母被组织派去调查预言浮雕，出现意外，只找到他们的尸体，但是尸体在火化之后却并没有产生骨灰，而是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怎么可能？那是不是说明他们两人的尸体是假的？就算是造假，也总归会留下些什么。唯一的解释就是那两具尸体是预言浮雕的神力创造出来的。也就是说，我的父母可能并没有死。没错。虽然那两个人并不是我真正的父母，但是如果预言浮雕真有神力，那还是掌握在自己手中比较安全啊。所以阐叔，你想让我去调查预言浮雕，寻找我父母的下落？
当然，调查预言浮雕会很危险，也许是我猜错了，也许你父母早已经……唉，向阳，你要是想一辈子安安稳稳，那就待在镇子里。柴叔一直把你当亲儿子看待。不，柴叔，我不怕危险，我要去。如果爸爸妈妈还活着，我要把他们找回来。很好，柴叔果然没看错你。向阳，你是好样的。柴叔，事不宜迟，那我去了。好，万事小心，千万别勉强。李兄弟，弟妹，你们真是生了一个好儿子啊！我一定会好好利用他，让他发挥出他应有的价值。根据原主的记忆，山里白天不应该有这么多雾才对。看来已经进入会议影响的范围了。觉醒星火就是好，有了星火空间，用来放东西还挺方便。开始刷怪了，这会议有点东西，出现在古墓附近就能变化出女鬼。要是这地方在古代是皇帝的后宫，那岂不是美滋滋？跟美女打架更过瘾。不过，就别想浪费我的时间了，赶紧找到入口。接下来到你了，给我趴下！快带我去找古墓入口，不然现在就杀了你！谢谢啦，你可以死了。这猛鬼墓穴里的 BOSS， 恐怕只会比恐怖魔猿更强，还是不要大意。吴公子，这里3条路，我们走哪一条比较好？有人已经先到了。哟，荣战团的各位，这么巧，我们又见面了。李向阳，来的正好，给我围起来！居然敢戏弄本少爷，你死定了！大家别冲动，别冲动，话好好说。没什么好说的，这里没有别人。李向阳，今天你就死在这里吧。哎，你们不会打算以多欺少吧？难道大名鼎鼎的铁砂团长对付我这个2阶萌新，还要人帮忙？本少爷会怕你？笑话！一个区2阶的废物！你们都给我退下！我要亲手打死他，以解我心头之恨。果然上当了。跟这种人头猪脑的废物少爷交手，真是太爽了。向阳，受死！什么？居然接住了我的强力一击！嘿嘿，侥幸，侥幸。铁砂，住手！雅欣，你怎么来了？哦，铁砂跟那个大小姐认识。他是
这他让你住手，又没让我住手，关我屁事！再说了，就算他让我住手，我就要听他的吗？从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这个家伙好特别啊！铁公子，你刚才不是说要跟我单挑吗？来呀！你不是说要杀我吗？来呀！检测到铁砂的恐惧情绪，当前恐惧值为30%，提升到80%，将可用于强化宿主。什么声音？难道是鬼王？五公子都被打成这样了，我们还要继续吗？要不我们还是撤吧。检测到熔战团成员的恐惧情绪，当前恐惧值为30%，提升到80%，将可用于强化宿主。这群怂炮，看来又可以强化好几次了。快跑啊！喂，你们先别跑啊！我的强化次数啊！刚刚那个嚎叫声，说明鬼王已经苏醒，而且处于狂暴状态，非常危险。危险吗？那正好。李小阳，你想干嘛？检测到铁砂的恐惧情绪，当前恐惧值为40%。不要啊！李小阳，杨哥，求求你放过我！检测到铁砂的恐惧情绪，当前恐惧值为50%。你该不会是想……没错，当然是把你扔给鬼王吃掉。不要，杨哥，求求你放了我！我错了，我不该挑衅你的。你想要什么？钱、女人还是升级资源，我都可以给你的。只要你放过我，杨哥，不要啊！检测到铁砂的恐惧情绪，当前恐惧值为70%。救命啊！我还不想死！检测到铁砂的恐惧情绪，当前恐惧值为80%。恭喜宿主获得强化次数1次。我不管你们两个有什么恩怨，觉醒者之间禁止互相残杀。我来拖住鬼王，你们先退后再说。哼，尝尝这个。可恶！你太小看我了。没想到大小姐居然给我打掩护，心眼倒没有坏的这么彻底。我李向阳不喜欢见人情，那就勉为其难再救你一次。等一下再跟你算账。鬼王，暗影分身，你的对手是我。使用强化次数，强化武器影刃。已强化优质级武器影刃，提升品质为优质加。解锁武器被动技能会心一击，弱点攻击有10%概率造成一击必杀。首次强化奖励，一击必杀概率提升至50%，仅限一次击杀。居然是概率必杀的被动，而且还是常驻10%，太逆天了！
把起首次一击必杀概率提升到50%，这一剑就要你的命！移形换影，极影刺。被动会心一击，发动，确认击杀目标鬼王。恭喜宿主获得2000点星火能量，同时获得系统商城消费点数200点。宿主等级提升为2阶区隐形者，大成。好强，居然一招秒杀了鬼王！这种 BOSS 级别的怪物，居然都是被他一招秒的。这个男人太强了！怎么可能？一招秒杀鬼王，这小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了？看看这鬼王能爆出什么好东西，不知道是不是真有预言浮雕。哟，还真有！恭喜宿主获得优质级宝物风鬼钉，功能可以暂时封住鬼物的行动。恭喜宿主获得优质级宝物迷幻符，功能可以贴在敌人身上，造成迷幻效果。这就是预言浮雕，爆率这么低，这买卖也太不划算了。不应该啊，这鬼王看上去这么猛，怎么没掉什么好东西？好东西，好东西，见者有份，见者有份，我也要。喂，你，东西果然是好东西，我感受到了，是力量。李向阳，不只是你一个人能变强。铁砂，快扔掉！那是鬼王剩下的残魂，如果被残魂侵蚀，异能者的心火会被飞化，甚至会变成灾厄怪物。力量，强大的力量，老子来了！为什么？力量，我感觉自己充满了力量。铁砂，你别过去！李向阳，你让我蒙羞，逼我走到现在这个地步，我要你百倍奉还！去死吧！小心！快跑！我们必须把这里的情况传出去。等等，我们为什么要跑？什么？我承认你杀了鬼王，鬼王没有意识，对你也没有仇恨。不过是吃了鬼王的残魂，变成了怪物，难道会比鬼王更强吗？铁砂，刚才你还算是个人，按照规定，我不能对你下死手。现在你变成了怪物，那就更不得不杀你了。新仇旧恨一并算吧，我杀了你！想杀我，那也得你有那个本事。快躲开！这招是铁砂最强的必杀技，很危险。滚开！滚开！给我死！真是头蠢猪！找到你了！不行，这样下去李向阳会死的，得救他。移形换影，打到了！魂鬼钉，别动！
怎么回事？我不能动了！李小阳，你做了什么？你这个卑鄙小人！哼，我也没说我不卑鄙啊，你才知道吗？是风鬼丁！李向阳，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不跑了。风鬼丁刚好可以克制低级灾厄怪物，封印他们的行动。可惜啊，就这么一枚钉子，用在你小子身上嫌硬。铁砂，你的死期到了！李小阳，你别杀我，求求你！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满足你。我们荣战团的实力你是知道的，你要什么？你说，别杀我！不好意思，我李向阳的做事风格一向都是斩尽杀绝，不留后患。铁砂，我想要的是你死！不要啊！不好，鬼王的残魂侵蚀在继续加深，铁砂已经完全变成灾厄兽了。那就下地狱去吧，铁砂！不好，鬼王已死，这片回忆区又要坍塌了。这个大小姐，射手签的也太顺手了吧？莫非她看上我了？这小手皮肤滑滑的、嫩嫩的，摸起来手感还真不错。不行，女人只会影响我爬剑的速度。我李向阳可不是恋爱脑，但是我的性别不允许我对送上门的妹子视而不见。乖乖听话的女生还是很美好的。等一等，你别误会，我只是在救你。没误会？那你脸红个茶壶泡泡啊！哎，只可惜白跑一趟，什么预言浮雕，毛都没有一根。对了，预言加浮雕，原来没有吗？哪个缺德戴帽檐的放假消息，太坑爹了！既然如此，李向阳，你快跑吧！跑什么？不管怎样，铁砂都是你杀的。铁砂的父亲荣战团团长铁骨，不杀了你，他不会罢休的。荣杀团团长铁骨在全战职业上天赋极高，拥有极强的领悟力和战斗实力。在铁骨的带领下，荣战团战功累累，也因此自视甚高，飞扬跋扈。而且，荣战团一直不服从荣如振兴火执法部的统领，同样是消灭灾厄，双方却各自为战，甚至互相下绊。这些你怎么会知道的这么清楚？我叫陈雅欣。什么？你是蓝光幸存者联盟星火执法者总部大统领陈凯撒的女儿？我是偷偷跑出来的。明白，我不会乱说的，还是离他远点好，否则被大统领盯上。要是别人问起，我就说没见过你。走了。喂，李向阳，铁骨的事你打算怎么办？不用担心，我自有办法。这就是隐藏着轮回日灰烨入侵蓝星的终极真相的预言浮雕，而且还蕴含着强大的神力。
检测到宿主获得古神级物品一言浮雕，正在为宿主匹配随机奖励。恭喜宿主获得系统奖励第2异能职业，请宿主选择第2职业身份：全战、火力追随者、驱灵师、霸影、慧影、隐藏。像我这样异想天开的大脑袋，当然是选择能让想象力变成现实的职业了。我选择会者。已为宿主解锁第2异能职业会者，同步宿主的会者职业等级至2阶会力行者大成。嚯，直接同步，不用练，这也太爽了吧！我的天，无敌！不过别人都是只有一个职业，我这第2职业要是暴露了，肯定会惹上大麻烦。知道我有第2职业的，只能是死人。向阳，铁骨到总部来闹事儿，要你给他儿子偿命。哎，到底发生了什么？执法官让你赶紧来总部一趟。没事儿，少豪，不用慌，我现在过来。铁骨啊，还是第一次要跟这种大人物交锋。柴丽，把李向阳揪出来，否则就别怪我把你这里给拆了。别以为你能包庇他，我今天一定要他给我儿子偿命。你们龙战团往日嚣张跋扈也就罢了，今天这么大张旗鼓的到这里喊打喊杀，还真当我柴丽手下无人吗？铁砂吸收了鬼王的残魂，变成了灾厄怪物。我不杀他，他可就要杀人了。铁砂变成灾厄怪物，残杀人类，难道这就是你希望看到的吗？我儿是人也好，是鬼也罢，凭什么处置？你杀了我儿，我便要你陪葬。检测到铁骨的愤怒情绪，当前愤怒值为50%，提升到80%，将能获得强化次数。执法堂的人你也敢动？是可忍，孰不可忍！我满足你！来人！老柴，没必要，一人做事一人当，我自己处理就好。向阳，现在可不是逞英雄的时候，铁骨可是真的想要你偿命。铁骨，你与我的恩怨与旁人无关，你敢不敢跟我单挑？单挑？2阶打5阶，这不是送死吗？团长，一拳干爆他！李向阳，可是你自己说的，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不过在这之前，铁骨，你跟王寡妇偷情的事，要不要先跟大家说说？什么？团长跟王寡妇偷情？不会吧？团长跟夫人不是模范夫妻吗？团长还有这癖好？说八道些什么？闭嘴！检测到铁骨的愤怒值为70%，提升到80%，
将能获得强化次数。铁大团长还经常3更半夜躲进小镇猪场，抱着老母猪睡觉。猪场的厂长可以作证。铁团长果然不是一般人，被5阶强者性灵，老母猪真惨。看来铁砂变成猪头灾恶兽也是有迹可循的嘛。小羊，杀了你！检测到铁骨的愤怒值提升到90%，恭喜宿主获得强化次数1次。狮拳破空。消耗强化指数，强化技能暗影分身。已强化 C 级技能暗影分身，提升为 C 级技能幻影分身。现在分身不再是影子形态，而是完全模拟宿主的形态。雕成小技，给我破！硬不硬果然行不通，不过我李逍遥从不会按套路出牌。偷袭成功，幻影分身取收。结果你要是能找到我的武器，我以后跟你姓。吞噬之怒！小子别太嚣张，杀了你！射！我射！我射射射！荣战团团长不会是个傻子吧？这么卖力，我都想捧个前场了。团长，你中计了！团长是迷幻符。你们打算干扰比赛，是吗？没有。没有最好。妈妈，这个大叔好傻，打架一点都不好看，我们回家吧。向阳、瘦猴，你们跟我来。铁骨这次不会善罢甘休，正好铁锈湾那边会议活动频繁，向我提出了增援请求。我想派你和瘦猴前去支援，也正好避避风头。你觉得怎么样？没问题，早晚都要出去闯荡。而且铁锈湾有素女坊的分部，素女坊可是美女如云哦。瘦猴，想象一下，你一拳打死灾恶兽的时候，一大波美女向你靠近。我听从执法官的安排。好，我这就给你们安排船。这些技能书、雾眼珠，还有拳套，向阳，这些东西你确定都给我吗？这些你都用得上，收下吧。向阳，你真是太好了！别这样，我要起疙瘩了。喂，你们两个，危险！快离开这里！看见没？一大波美女真的在向你靠近。奇怪，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向阳，刚刚游轮上那个女生，好像是想跟我们说有危险。不好，是灾恶兽！
少豪，待会儿我来把他打残，你来杀。好，我不会拖你后腿的。暗示引爆！少豪，就是现在！电爆冲拳！太帅了，少豪！哈哈哈！你们两个就是熔炉镇心火执法部派来的帮手是吧？居然一人一招就杀死了3阶混沌灾兽！等等，2阶大成！夏阳，我突破到2阶了。刚到2阶，我的天哪！嘿嘿，要不是象牙，我也打不死他呀。我们素女坊分部为了守护铁锈湾，功劳也是很大的。仅仅上个月，我们就击杀了2只4阶的灾厄兽，7只3阶灾厄兽，从灾厄兽的袭击中救下民众数百人。盯着我看干嘛？检测到莫小瑶的娇羞情绪，当前娇羞值为40%，增长到70%将能获得强化次数。哦，这么害羞，看来又能升级了。你好，我叫李向阳，旁边这位是瘦猴，我们来自熔炉镇星火执法部。你好，我叫莫小瑶，是素女坊铁锈湾分舵的副主事。哇哦，莫小姐，你的皮肤好滑好嫩哦，即便是素女坊，莫小姐想必也是最美的了。哪有？谢谢夸奖，坊里比我漂亮的姐妹还有很多。向阳，你太谦虚了，我们初来乍到，不知可否赏脸吃个饭，看个电影，熟悉熟悉。检测到莫小瑶的娇羞情绪增长，当前娇羞值为50%，增长到70%将能获得强化次数。不好，海底那只恐怖灾王要突破封印了！你好，我叫李向阳，旁边这位是瘦猴，我们来自熔炉镇星火执法部。你好，我叫莫小瑶，是素女坊铁锈湾分舵的副主事。哇哦，莫小姐，你的皮肤好滑好嫩哦，即便是素女坊，莫小姐想必也是最美的了。哪有？谢谢夸奖，坊里比我漂亮的姐妹还有很多。向阳，你太谦虚了，我们初来乍到，不知可否赏脸吃个饭，看个电影，熟悉熟悉。检测到莫小瑶的娇羞情绪增长，当前娇羞值为50%，增长到70%将能获得强化次数。不好，海底那只恐怖灾王要突破封印了！恐怖灾王，那是比5阶混沌灾兽还要强的加强级灾厄兽。
我们这种实力只有2、3阶的，还是快跑吧！你们看附近的人全都跑没影了。两位，铁锈湾星火执法部和我们素女坊已经在制定歼灭灾王的集体作战计划，我们尽快去作战指挥部跟大家会。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级别的怪物，奖励一定很多。灾王，我来了！李向阳，你去干什么？那可是灾王，你这是送死！你这就只能硬上了，之王！居然这么轻松就破掉了，不愧是灾王，还真有点本事。看到了没有？我3阶圆满驱灵师都拿恐怖灾王没办法，你一个2阶大成的霸赢，这是纯纯的送死行为！少豪，章鱼最喜欢的东西是什么？章鱼最喜欢的钻瓶子。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瓶子，有了，这个瓶子够大了。哼，给我起！李向阳，你到底想干什么？嘘，仔细看着便是。这是什么操作？恐怖灾王级的幽冥章鱼，居然乖乖的钻进了一个球里，开什么玩笑？唉，我有什么坏心思呢？我只不过是想给小章鱼一个家，顺便回忆一下童年而已。少豪，接球！来了，好球，还给你！我是不是在做梦啊？我怎么看到2个2阶的家伙在把恐怖灾王当球踢？这真的合理吗？球踢完了，接下来该回家吃饭了。系统，有没有能解决这家伙的道具？有，当然有。系统是无所不能的。就决定是你了，夺命 gay 炸弹！消耗200点商城点数，购买 B 级道具夺命 gay 炸弹，给予2阶以下恐怖灾王致命一击，限购次数1次。少豪，准备撤退，大哥要来了！走你！快跑，要爆炸了！他怎么突然间牵我的手了？啊不要想太多，莫小瑶。他就是怕我被爆炸波及而已。一定是这样。小心！确认击杀1阶恐怖灾王幽冥章鱼，获得星火能量5000点，等级突破，提升至2阶圆满，获得技能 C 级影之手。这种级别的大杀器，别说铁锈湾，连整个素女坊都不多。难道他是什么隐藏身份的世家公子，还是什么机缘逆天的气运之子？刚刚他说请我吃饭看电影，我怎么没答应啊？莫小妖，你真是个笨蛋！嘿嘿，看看1阶灾王能掉什么好东西。这是……恭喜宿主获得完美级霸影专属装备——隐者机关臂铠，
机关臂铠属于霸影奇巧机变系列装备，拥有多种强大功能，并且可以通过升级增加和强化相关功能。居然有这么厉害的装备，这只章鱼来头不小啊！还有东西，深海玄晶居然这么纯净，一枚起码价值100万啊！哇，居然这么大一堆！向阳，我们要发了！少豪，走，哥们儿带你去买。我可以带路的，我知道哪里有好东西。那就拜托你了，小杨。小意思，请我吃饭就好了。向阳，要不再等等吧？他们是得等一下了。钱少的车也敢拦，不想活了？钱少，是说这头肥猪吗？对钱少口出狂言，找死！来吧，正好试试这个新玩意儿。赢者恐惧之影。这是什么鬼东西？救命啊！不愧是完美级物品，居然自带多个强力技能，太给力了。我爸可是南方幸存者联盟首富钱刚，首富之子是吧？马路不是你家开的，要注意避让行人。老子想怎么开车就怎么开车，赶紧放我下来，否则死无全尸。哼，死无全尸？你知道我是谁吗？你那些刚刚跑掉的保镖，有人知道我是谁吗？你们两个知道我是谁吗？不认识，不知道。连我是谁都不知道，还要威胁我？放了你，岂不是才死定了？那你就死吧！好汉，英雄，饶命！饶命！你想要怎么才能放过我？钱，女人，钱，女人，这些我要你给，你还是死吧。我有预言浮雕，求求你饶了我。哦，你居然有这个！检测到宿主持有2枚预言浮雕碎片，奖励1次窥探未来的机会。这是，接下来铁锈湾会被灾厄摧毁，我会死在这里。